我哋今日來到新竹市，我來訪問嘅係本來係民進黨籍100+5黨系的省府來參選新竹市長嘅蔡英健先生。參選人您好。你好。其實我想大家會好奇，您10多年前97年的時候，就曾經當選為新竹市長。那您也是新竹市至今唯一民進黨籍的新竹市長。那事隔了10多年，這次您為什麼甘冒與民進黨分裂甚至決裂的這樣子的風險，還是堅持要再度參選？是，對，這個決心，是很堅強。那，這麼堅強的原因是我深深的了解這個新竹市的歷史，那也深深的了解目前的它的幾個危急的情況。那所以我從今年的年初就開始積極的在徵詢意見，然後也開始準備，那積極的投入。那我覺得因為這一次的提名太奇怪了哦，就是在一個時間點8月2號突然轉折，之前整個黨內的共識是，要我出來參選的。可是8月2號以後呢，在柯建銘立委他的一個強力的主導之下，整個很急劇的一個改變。那我覺得，因為推出來的人選是讓我非常懷疑的哦，因為他有建商的背景。而現在新竹市呢有70幾個跟都市計劃的變更有關的案件，這幾個案件呢，其中有好幾個是在我們的歷史核心區，那個都是新竹200-300年的一個歷史核心區，那要做這麼大的一個都市計劃的改變，都正在進行中。我覺得需要有認識新竹的人，來跟大家、跟市民告訴市民，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。所以這個是我的歷史使命。不論成敗，不論褒貶，我有責任告訴大家會發生什麼情況。其實新竹市有30%以上的客家鄉親。那未來如果您再度當選市長，您對客家文化的傳承跟延續這件事，您有什麼樣的想法嗎？是在我們客家那個聚居的比較集中的，我們稱為關東橋。您剛剛說的東區啊，那主要在關東橋。那邊呢？當初我規劃了一個要把關東市場改建，我規劃好，經費也準備好，我才卸任。它有7層樓，其中我們把2層樓整層的規劃為客家文化會館。那比較可惜，就是過去的13年，這個客家文化會館遲遲開館，開館以後也沒有好好的使用運用。客家的元素當然是很豐富了，非常豐富。只是過去，除了在關東橋，以外的地區，大概這一些元素呢，都沒有表現出來，都沒有表現出來。我們希望，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在我們客家鄉親比較聚居的地區或者小社區，小區域，我們都可以在這些用藝術的表現，用公共的景觀，公共的藝術的表現呢，把一些客家的元素表達出來。除了這個讓客家更顯性以外，其實越來越多人會說，其實你語言不在，認同其實就很難加強。但是語言這件事在尤其像新竹市這樣子很都市化的地區，它的存續是非常困難的。那您對這件事有什麼想法？就是讓新竹市可以繼續再聽到客語嗎？客家的語文呢，需要大力的來推展。在過去
我们最近比较忙，暂停的就是之前呢，大概从今年的3月开始，我每个礼拜五呢，有2个小时的客语课。我深深知道客家语言的这些，它的语法也好，它的谚语也好，其实是很棒的，很有内涵。您怎么会有动机要学客语？很优美。这很重要啊，在新竹生活应该要会的，应该要会的。我很希望新竹市的市民，大家不论闽客或者祖籍外省籍或者新移民，大家都能够说几句客家话。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谢谢。非常感谢。